订好食这粉圆年地春水堂台中公益店有员工无细腻，把这保温板内面的清洁剂当作是滚水，就替人客地固添水，害3个人客身体无爽快送病院。台中市食安署下令停业，依照违反食安法，甲业者移送法办。铁门柜的救落来，顶面大广告写着当咧进行内部整修甲教育训练。以真珠年地出名的连锁餐饮店春水堂，在1月30日发生食安事件，一名台中公益店员工误将底有清洁液的保温罐当作烧滚水，替消费者回冲，造成3个人客啉完了后出现身体无爽快。公益门市紧急停业2日，其他的民众听到消息拢感觉震撼。当然很夸张，这个老店的这种的。SOP 应该要做得很好才对，我觉得这是不能发生，就是没有做好品管，然后没有做好就是他们的摆放东西的那个位置。台中市食安署协报随派员稽查，发现清洁剂是一种加速漂白粉，包装顶面注意事项有明确写清洁使用袂当食，下令公益店即日起停业。佮以违反食安法将业者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，依法会当处1年至7年有期徒刑，佮同齐扣1000万以下罚金。目前3位民众均已返家休养无碍，本案已经依食安法移送地检署侦办中，后续将持续加强稽查与辅导。道理专家表示，加速漂白粉主要成分是碳酸氢钠，本身无毒性，也毋过由于会使身体出现拍雾啦、胃胀气、冰白，那啉的量伤济，会造成喙内甲脑刺激。喝进去的这个剂量如果过高的话，那当然也可能会造成口腔的刺激，那也会造成咽喉的一些刺激，造成会想吐、恶心的这个症状。春水堂只透过问题表示，迄日有陪同人客就医，会支付相关医疗费用。主要措施是教育2礼拜成人，会加强内部教育训练。台中市食安署强调，春水堂后手爱负责合格，才会当复业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